工人有咩需要？咁辛苦入三行，梗係為錢啦，係咪？各位工友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拳擊主任吳偉良。咁我做呢個崗位都歷咗3屆嘅啦，咁差唔多都有10年時間。咁希望各位就唔需要揾到我啦。而家我哋通常就喺工傷嗰方面啦，咁我哋希望就做多啲職安健啦，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嘅。我哋點樣係預防一個工業意外，從而減低一啲工友傷亡啦。另外就喺權益嗰方面啦，希望就係法例上啊，點樣可以加強保護工友啦。咁啊，第二就係真係遇到個別情況嘅，佢就希望可以俾到一啲貼身服務啦。咁啊，另外喺建造業界嘅各持份機構啊，咁我哋如果做到一啲資訊性或者問卷調查啊，有啲數據嘅共享俾各個平台啦，希望為我哋建造業界出一分力啦。建造都有40年啦，咁我哋個別有啲工會都即係過百年歷史。即係點解我哋工會要咁注重呢啲權益工作呢？其實做得我哋3行嘅文化水平真係唔高嘅。咁遇到一啲勞資糾紛啊，喺法律層面上冇一啲熟悉啲嘅我哋啲同事啦，幫手啦，花人力物力時間不再講，可能得出嚟嘅結果都未理想。咁所以工會喺維護方面嘅就係希望用最少資源就幫到工友啦，就減少佢哋所花費嘅時間啊、精力啊，同埋所得嘅結果，希望係正面嘅。